來電由新儲值卡打出。來電由新儲值卡打出。剛剛咧，大家聽到嘅就係一個香港嘅新措施啦，就係若果你收到一個由新嘅儲值卡打嚟嘅電話呢，網絡商就會首先會播一句來電由儲值卡打出嘅提示，去提醒你嘅。咁提醒啲乜嘢呢？咁即刻同大家講啦。若果你聽到呢句話，你會點睇呢？係咪覺得好古怪啊？點解會有人提我來電係由儲值卡打嚟嘅呢？嗱，其實咧，呢項措施呢係政府要求網絡商去做嘅，話就係用嚟去打擊電話騙案嘅。咁但係問題嚟啦，如果你係用緊儲值卡，你又唔係電騙分子，呢個安排又會唔會對你有影響呢？嗱，今次呢條片呢，就同大家一齊了解一下嘅。呢度係輕鬆講科技 XYZ YouTube Channel， 我係一位超過20年經驗嘅科技新聞編輯，我叫阿 Keith 啊。呢條 channel 有3個大主題，第一個主題就係流動通訊科技，例如 4G、5G、6G 喺香港，你想象嘅發展會係點樣呢？呢啲發展會點樣影響到我部手機收得順唔順、快唔快？而網絡商有乜新動向呢？第二個主題就係香港嘅 eSIM 儲值 SIM 卡嘅計劃、攻略同埋上台懶人包。第三個主題亦都係重中之重啊，就係 AI 嘅人工智能啊，特別係針對香港呢個特殊嘅環境，點樣可以令到人人都可以學到應用到 AI 工具呢？特別喺手機入邊點樣可以用得最好呢？大家嘅支持亦都係十分重要，記得 CLS、Comment、Like 同 Share 呢條 channel 啦。創作要時間同埋心力，覺得條片好睇嘅話，啱用嘅話，可以用 Super Fans 打賞小弟。條片嘅 description 同埋 info box 會有一啲開 SIM 卡、旅遊 SIM 卡、VPN 等嘅優惠，有需要嘅用推薦碼或者用申請嘅連結申請都可以幫到下我嘅，當請我飲杯咖啡咯。我亦都有一條嘅 Patreon 頻道嘅，免費會員會收到1星期1次主打嘅科技新聞週報啦，同埋一啲你可能以後都唔會翻嚟 YouTube 睇嘅特別優惠，記得留意啦。收費會員會睇到呢條片嘅 channel 嘅教學部分嘅新言版本啊，等你每條片都可以知得更加多，同埋有一啲嘅文字版本嘅。咁另外呢，我 Patreon 裏邊嘅獨有教學呢都可以個別購買嘅，詳情呢就可以睇翻 description 或者 info box 啦。再次感謝你嘅支持，請繼續睇片。香港政府嘅通訊辦公室就宣布，本地流動服務供應商，咁即係手機台啦，由2024年嘅12月31號開始啊，就要作出一啲嘅來電安排。如果由本地新啟動嘅流動電話儲值卡打出電話嘅話呢，佢哋就會向收聽嗰方而收聽嗰方呢，就要係本地流動或者係固網嘅用戶啦，就播放一段新嘅話音提示，而呢段話音提示就係來電由新儲值卡打出啦。政府就話今次嘅目的呢，係進一步協助市民去防範可疑嘅來電嘅。咁睇翻通訊辦網站嘅公告啦，佢就話咁樣做呢，係可以幫助用戶提高對可疑來電嘅警覺性啊。提示服務係由流動服務供應商，即係啲手機台啦，免費提供嘅。用戶係無需事先登記或者安裝任何嘅流動應用程式嘅，亦都無需喺手機或者固網電話上面作出任何嘅 setting 嘅。咁發言人呢仲提醒市民啦，使用電信服務嗰時呢，要時刻謹記保持警覺。唔應該隨便去接聽陌生人嘅來電啊，亦唔應該向未核實身份嘅來電者透露個人嘅資料啦，或者係轉移嘅金錢嘅，以免蒙受損失。問題一，乜嘢人會受今次嘅影響呢？今次受影響咧，可以話係全港嘅電話用戶啊，唔單止係手機用戶嚇。首先，聽電話嗰位有機會係手機嘅用家啦，或者係固網嘅用家啦。有機會咧，你喺收聽來電之前呢，就會被通知有一句來電由新儲值卡打出。聽到呢段嘅錄音咧，你就會好明白對方係用緊嘅電話號碼係全新嘅，仲要來自儲值卡。咁但係係咪咁就代表電騙呢？咁可能係你朋友嚟喎，你啱啱朋友轉咗台啊嘛。好啦，如果打電話嗰部分又點呢？
若果你係用緊網絡商嘅合約月費計劃嘅話呢，其實就冇影響嘅，新上台又好，舊上台又好，都唔關你事㗎。相反，若果你用緊儲值卡，咪突然覺得自己冇咗私隱啊！我又唔係電騙分子，點解我要俾人知我用緊儲值卡啊？仲要我個號碼係轉咗台嘅喎。嗱，聽到呢度啦，乜你就會問啦，乜唔係新嘅電話號碼先會受影響嘅咩？轉咗台都受影響？呢個呢就係第二個問題啦。問題二，只影響新嘅儲值卡電話號碼？嗱，答案呢可以係，可以唔係嘅。若果你去買一張儲值電話卡，無論係去鴨寮街買又好，報紙檔買又好，71 OK 便利店又好，定係網絡商自己嘅門市都好，每一張卡都會有一個手機嘅電話號碼噶嘛。咁呢個號碼咁一定係新噶啦。咁但係呢個世界呢，有種玩法呢，就叫做帶 number 過台噶。咁若果你用轉台嘅方法，無論你係由月費計劃定係由一張儲值卡轉到另一張儲值卡，都會將你嗰張儲值卡嘅 status 或者你個 number 嘅 status 咧，就由舊轉做新。咁即係話你一轉台，只要你轉台去儲值卡嘅話，你就要捱新嘅儲值卡來電由儲值卡打出呢個嘅提示噶啦。問題三啊，所謂嘅新儲值卡電話號碼，個新係代表幾耐呢？嗱，答案就係嗱，剛才講咗啦，其中有兩個何謂新嘅儲值卡電話號碼啊嘛，但新都有一個 period 噶嘛，咁但係咧呢個新嘅 period 咧，究竟係1個月、2個月、30日、90日？嗱，據知咧之前有網絡商嘅網站咧係講過佢哋所謂新嘅定義咧係120日嘅。咁亦都有買 SIM 卡嘅 Facebook 咧係引述過係120日嘅。咁不過咧我就打咗去通訊辦嘅熱線電話啦，問過佢哋，答案就係咁嘅，大家聽一聽啦。早晨，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請問有咩查詢？哦，你好啊，我想問下咧，我琴日睇新聞咧，見到有個咩來電由新儲值卡打出有個話音提示㗎嘛。係。咁我最近都買咗張新嘅儲值卡嘅，咁但係咧，因為我見啲報道佢好似唔係講得好清楚，嗰個新個定義係幾耐啊？即係我買咗張儲值卡之後咧，我要等幾耐先會冇一個提示咧？即係我見嗰啲報道全部都冇講，你哋個網頁嗰度都冇講。我明你個查詢嘅，不過因為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即係想打擊詐騙嘅措施，咁所以個具體詳情究竟係即係幾耐之後先叫做唔屬於係新儲值卡啲即係資料詳細情況，就唔可以對外公開咯，唔好意思。我唔可以對外公開嘅，明白。聽完呢段電話錄音之後呢，大家都知道新嘅定義係咪120日啦？喺我做資料搜集嘅過程裏邊呢，咁我就要讚一讚中國移動香港嘅，因為佢哋嘅儲值卡網頁嗰度呢，就寫到好清楚今次儲值卡呢個話音提示服務嘅詳情嘅。咁有一點呢係幾有趣嘅，就係原來呢，今次呢，如果你個電話號碼係由香港打出去香港嘅電話號碼，咁對方就會聽到呢個話音服務提示啦。咁但係如果你打去外國嘅話呢，就會冇喎。咁即係今次係，因為今次佢係打擊電騙噶嘛，咁相信佢會覺得呢，如果啲電騙嗰啲係 target 喺香港嘅話呢，佢就唔會打去外國。咁所以就即係如果你個新嘅儲值電話號碼打去外國嘅朋友嘅話呢，當 IDD 咁打啦，當然咁就唔會有呢啲咁嘅滋擾嘅。咁但係有個好奇怪嘅、好特別嘅措施呢，就係如果將呢個電話號碼，因為有啲儲值卡其實都可以打 IDD 噶嘛，咁可以拎去外國打噶嘛。咁如果你喺外國打翻嚟香港嘅話呢，就會冇呢個嘅話音提示服務嘅喎。咁即係話，如果電騙分子我係好需要嘥錢啦，
我係中意帶走個香港電話去外國漫遊嗰陣時打，咁就會冇咗呢個話音提示提醒大家。咁即係話個騙子如果喺外國嘅話去騙你嘅話呢，都唔會提醒到你嘅。咁所以你話呢個措施，你覺得係咪好古怪啊？定係你覺得會係佢有啲缺失，有啲做得唔好嘅呢？好啦，總結一下今次來電由新儲值卡打出嘅措施嘅大要啦。咁首先呢，就係會影響到本地使用嘅手機儲值卡啦。咁除咗係新買之外呢，若果你轉台或者轉用其他儲值卡嘅話呢，都會受影響嘅。如果你喺呢條措施，呢個法例唔係法例嚟嘅，喺呢個措施實施之前，即係12月31號之前買嘅話呢，其實已經都受到影響㗎啦。有咗呢個措施之後，所謂新儲值卡致電嘅話呢，市民就會收到一句語音提示，嗰個提示就係來電由新儲值卡打出，係會用廣東話同埋普通話去讀出嚟嘅，但係就冇英文喎。咁啊奇怪啦，因為外國有啲外國嘅遊客，如果淨係識得用淨係識得講英文啊，或者識聽英文嘅話呢，如果佢又買咗張電話卡係想喺香港用嚟打電話嘅話呢，有人打俾佢嘅話呢，突然間用佢廣東話加普通話嘅語音信息，佢又聽唔明，係咪好古怪呢？其實香港呢，一向都係有兩文三語噶嘛，廣東話、普通話都一定要有英文嘅。咁但係點解呢個措施係冇英文嘅呢？我都覺得幾有趣嘅。咁同埋咧，通訊辦係拒絕定義新嘅開卡係要維持幾多號嘅，即係維持幾多日嘅，佢係冇講嘅。咁最後咧就要講翻句啦，上台客咧係唔受影響嘅。咁最後啦，你問我呢個措施有冇用呢？嗱，我咧喺錄呢條片之前咧，嗰日啦準備呢條片嗰陣時咧，我的確係收到2個嘅詐騙電話，聽嗰陣時咧係有呢一句來電由新儲值卡打出呢個嘅提示嘅。咁即係話政府覺得有好多詐騙電話係由新嘅儲值卡打出。呢個嘅想法究竟係咪多此一舉呢？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嘅，都有少少用嘅。不過問題就係會連累埋一啲真係買咗張新儲值卡打新儲值卡嘅用戶咯。咁到底點樣解決呢？呢個問題就留翻政府去諗。好啦，又去到影片嘅尾聲啦。如果你對呢條片有乜嘢嘅意見，有啲乜嘢嘅提問，都歡迎你喺 comment 欄嗰度留低你嘅問題，我係會睇嘅。記得睇埋呢條片嘅 description 同埋 info box 裏邊有一啲嘅資訊，就係如果呢條片嘅內容有啲乜嘢嘅更正，有啲乜嘢嘅更新，我都會用文字寫喺個 description box 嗰度噶。咁所以你睇完條片之後咧，就記得睇翻啦。咁另外 description box 裏邊咧都有寫咗我哋會有啲乜嘢嘅購物推介啦。咁裏邊如果你覺得有用嘅話咧，click 一 click 條 link 咧去購買去申請嘅話咧，我都會有少少嘅 incentive 嘅，你當支持啊，我都 OK 嘅。另外咧，亦都有我哋呢條 channel 嘅 Patreon 頻道嘅連結啦，記得入埋去申請我哋嘅免費 Patreon 個會員咧，都有好多嘅獨家內容噶啦。如果你有餘力嘅話，可以課金埋，課金埋嘅話咧，就會有更加多呢條影片呢一條頻道嘅影片裏邊嘅更加多嘅後加內容，有一啲嘅獨家內容咧，譬如一啲嘅教學喺度教咗嘅話咧，我會將一啲嘅新研嘅 tips 咧，就會放咗喺 Patreon 嘅收費頻道裏邊嘅，只要大家課金就睇到噶啦。好啦，多謝大家嘅支持，下次再見，拜拜。